意唔意外啊？上條片講完 C 朗，冇理由唔講埋美斯嘅，咁都俾我講到，真係比較叻自己啊！咁大家唔係咁都唔訂閱啊嘛，幫手幫我盡快衝上10萬，都係爭8000幾，爭少少啫，咁大家幫手啦！咁阿根廷繼續一個類似4-4-2嘅戰術，咁特點就係冇邊路進攻球員，中前場嘅球員都係打中路為主嘅，而埃及則以4-4-2出戰。咁原諒我除咗沙拿同埋馬莫殊之外呢，對其他球員真係唔熟。咁首先了解翻阿根廷慣常嘅進攻模式，為咗將美斯效用最大化，阿根廷中前場球員會收窄集中，盡量縮短球員與美斯之間嘅距離，務求利用細膩嘅技術滲透敵人防守，同時亦都可以吸引敵人防守集中，然後兩閘再壓前提供闊度，準備打擊對手兩邊嘅空位。如果你有睇葡萄牙對西班牙嘅分析，咁就了解到集中真係唔係問題嚟嘅。問題係在於點樣用。防守衝場會後退同中堅形成防守三角，作為阻止對方反擊嘅第一點。由於阿根廷前場非常集中，容易喺小範圍創造人數優勢，亦都容易執到 second ball。而且埃及今場嘅防守方式以盯人為主，防守陣型相對混亂，阿根廷理論上更加容易創造空位。咁呢場比賽精彩嘅地方呢，在於埃及好早階段已經憑一次角球優勢取得領先。埃及故意喺邊路逼傳中幾次，破壞阿根廷手下嘅防守企位同埋節奏。咁最明顯就係入波嘅位置，馬天尼斯身體向外散緊出去，入波嘅伊巴謙則面向球門準備，最後回傳45度傳中戳入禁區，馬天尼斯呢完全失晒位。而埃及今場嘅防守可以用餓狗搶屎嚟形容。防守以4-4-2作為基礎，盡量收窄應對阿根廷嘅中路滲透。阿根廷一進入三閘線，埃及球員就好快進行壓迫，強度係非常之高嘅。邊個近就要去瘋狂地俾壓力，佢哋唔介意陣型嘅崩潰，完全唔俾對方思考嘅空間，逼到阿根廷後傳嘅時候，再繼續施壓翻佢哋出去。咁迪保羅喺中場墮後少少攞波嘅時候，阿提亞完全唔介意走一大段路去逼佢嘅。某程度阿根廷整體過度集中中路呢，反而有利埃及逼搶。只要喺中間俾到足夠壓力，基本好難轉身。想通過邊路闊度解壓嘅時候，阿根廷只有一個球員，亦都好容易被釘死。迪保羅想順勢前插走空位，身後嘅阿提亞都死跟住佢。蒙利拿壓力之下控甩腳，埃及把握機會奪取控球權。咁頭先講過，阿根廷進攻嘅時候，最後只留3個人防守，由攻轉守嘅時候，禁區頂甚至被2打1。埃及非常體力化地全場逼搶，阿根廷缺乏邊路進攻球員。面對逼搶嘅時候，中場迪保羅會選擇走入中間，咁所以蒙利拿只有一個方向傳波，反而有利埃及嘅逼搶。阿根廷要破局都係要靠美斯啦。美斯有時會墮後攞波嚟用，離開埃及嘅壓力區。大局觀咁睇，埃及4人防線會盡量收窄，應對阿根廷中前場嘅集中啦。同時左右中場因為防守阿根廷壓前嘅兩閘而被拉闊，咁所以同雙中場之間嘅 hard space 係會有空位嘅。美斯順利揾到 hard space 嘅隊友，費蘭迪斯攞波半轉身之後，埃及嘅右閘殺出嚟對。埃及防線出現空位嘅時候，左閘泰亞利費高立即斜插走直線。咁呢下配合組織就示範咗點樣集中中路，然後利用兩邊闊度打空位，咁成功搏到12碼。不過美斯射失咗。咁面對埃及雙箭頭嘅逼搶，右閘蒙利拿內切啱啱美斯現身嘅位置，後邊可以組成3中堅，拉開闊度，避開雙箭頭嘅遮位。蒙利拿半轉身嘅時候，迪保羅再拉開右邊，形成2打1。埃及4人防線收得太窄，導致左閘包唔切。迪保羅有時間攞波望禁區，麥亞里士打、艾華利斯立即衝入禁區，2打3，麥亞里士打攝人頂中，但係咁都救到。咁其實論防守，埃及係認真唔合格嘅。咁你可以睇到係冇 form，球員之間空位都幾多嘅，真係純粹用體力戰意去 mark 人去彌補。咁趁住埃及右中場同埋右閘換防一刻，泰利亞費高再一次把握時機，從邊線斜插。中間艾華利斯先走到中堅嘅盲眼位，令中堅向遠處方向褪嘅時候，再趁泰利亞費高出腳一刻改變方向，攝中堅身前。呢球
又救到，咁真係注定今場成為經典啦。咁其中一球爭議位就係埃及嘅踩中中堅嘅馬天尼斯，但係球證冇吹罰。然後講真，哈桑喺邊路攞波，仲要俾艾華利斯逼住，而且阿根廷後邊都係有足夠人手嘅，理論上係冇乜威脅。咁但係哈桑突然之間一個過兩個，再交到俾沙拿，薛高喺遠邊後上，沙拿左腳一彈，真係恰到好處，完美嘅反擊嚟嘅。但如果大家以前有睇過球例分析呢， VAR 理論上係可以追溯到上個死球暫停之前，所以入球之後 VAR 睇翻整個攻勢，咁當發現埃及嘅阿提亞有踩中馬天尼斯而奪得控球權，繼而展開反擊嘅時候，就會同球證溝通。如果球證表示當時係見到犯規動作，但係覺得不足以構成犯規嘅話呢，呢個唔屬於明顯嘅錯誤， VAR 係唔可以介入嘅。咁但係球證表示係睇漏咗呢個動作，就屬於明顯嘅錯誤， VAR 就需要介入並建議球證去睇芒，並唔係幫球證決定嘅。球證係要去睇芒，去睇翻佢漏咗啲乜嘢，然後再作決定。咁所以球證睇得芒呢，的確係見到犯規動作嘅話呢，就好難唔吹噶啦，都真係踩中嘅。而呢個犯規亦都係呢個攻勢嘅開始，都好難唔吹噶啦。球例就唔講得咁 detail 咋，我哋唔好嘥時間，我哋繼續講翻場波先。然後阿根廷一次角球攻勢之後，埃及一個反擊，由最擅長反擊嘅沙拿策動。咁沙拿嘅長距離盤球成功吸引阿根廷兩個防守球員，貌似2打3，其實係哈桑同法蘭迪斯1對1。哈桑硬爆落底嘅時候，中間嘅馬天尼斯有回頭檢查嘅，見到薛高跑緊上嚟。當時薛高喺馬天尼斯嘅盲眼位衝緊去遠處方向，咁所以馬天尼斯稍微移向後處，而同時間哈桑傳中之前抬頭望中間，而抬頭就係息路，所以馬天尼斯望翻個波嘅時候呢，薛高見到個信號呢，就突然變向加速搶點，哈桑傳中亦都選擇 cut back 而唔係撳尾處，咁呢個默契就證明到呢啲反擊埃及係一定練過無數次噶啦，而呢個反擊都真係入得好靚嘅。埃及領先2球之後呢，都完全冇諗過拍大巴挨到完場嘅。呢球喺中圈接到美斯腳下球之後，埃及美斯攞到波嘅時候，4名隊友二話不說跑上前反擊。咁阿根廷急於想搶翻控球權追呢，反而俾埃及利用球場嘅闊度同埋空間去進攻。太想搶翻個波，視覺過於集中喺個波度，反而忽視咗周圍嘅環境。阿根廷處於一個頗惡劣嘅形勢。跟住阿根廷有一次角球攻勢，美斯去咗右邊開角球啦。阿根廷再組織嘅時候，美斯偶爾繼續留咗喺右路一個佢以前打開嘅位置，而中堅羅美路亦都仲留咗喺禁區。咁就係呢一兩個偶然嘅 factor 成為咗關鍵。美斯傳中嘅時候，羅美路身邊係仲有2個守衛嘅，而2個守衛都面向皮球，只有羅美路向球門準備。咁樣一出一入，完全就甩咗羅美路。特別埃及嘅伊巴謙係完全冇反應嘅。咁阿根廷入咗1球之後，氣勢翻晒嚟啦，咁基本就係控制比賽。後備入替嘅岡沙利斯又想利用埃及換防時間差，進攻黑 space 空位。然後美斯喺第一個入球嘗到甜頭之後，繼續留喺右路。同時見到埃及防守方法都仲係撲波為主嘅，咁喺比賽尾段體力下降、失位嘅缺點完全暴露。咁當美斯喺右路攞波，其他隊友立即進入禁區準備，而比起中路，邊路有更多空位發揮美斯嘅技術。咁比賽最後10分鐘，美斯都要禁制啦，真係提一次少一次噶啦。美斯右路攞波，45度左腳斬入去。12碼點附近，甚至阿根廷球員係多過埃及嘅，而埃及防守嘅 organize 真係比較弱。第一次傳中之後，前柱嘅埃及球員選擇壓前防線，冇理身後嘅蒙提爾，但尾柱幾個防守球員就選擇捉人，冇壓翻出去。咁冇話邊種方式比較正確嘅，咁重點係大家做緊唔同嘅嘢啊，導致防守喺門前斷開咗2截，俾到蒙提爾尾柱有空位，有機會去攻門。咁其次就係美斯喺傳中之後已經預備衝入禁區執漏啦，咁佢身邊2個埃及球員呢就冇準備到，咁就係呢2個關鍵點呢造成阿根廷第2個入波。咁然後埃及仲有一次絕佳嘅反擊機會嘅，一個3打2嘅攻勢，嚴格啲講呢可以話3打1噶啦。
但係沙拿喺中間帶波嘅時候呢，馬莫殊選擇從後攞咗個波嚟用，咁可能佢覺得沙拿唔夠快，佢自己跑得快啲。咁但係馬莫殊攞波之後，沙拿已經 out of the game， 由3打1變成2打1，而且另一邊馬天尼斯都一路跑翻嚟回放嘅，咁代表馬莫殊右邊已經被封死噶啦，你一級向右就俾馬天尼斯會包到，所以最後一人帕里迪斯決定喺馬莫殊下一個掂波瞬間出腳封佢唯一嘅傳波選擇。咁呢啲真係經驗啦。咁佢見到馬天尼斯已經幫佢包咗左邊呢，佢估到馬莫殊係一定會傳波嘅。咁所以講翻轉頭，如果馬莫殊唔攞波俾沙拿發板，馬莫殊係跑得快啲噶嘛。如果自己走另一邊呢，可能會更好，更多選擇，令到防守更加困難。不過足球就係冇如果啦。咁最後就俾阿根廷一個反擊搞掂。咁禁區內1對1，安素費蘭迪斯本身走前柱方向，伊巴謙都跟住移步。咁但係馬天尼斯卻傳去後柱，失位之下俾安素費蘭迪斯頂入咗。伊巴謙真係入波係佢啦，但係兩球高波防守都係佢失位所輸嘅。咁總結，埃及係打得好好嘅，咁樣被反勝係有啲可惜。咁但係阿根廷嘅反撲嗰個勢呢，確實做得更好。阿根廷整體戰術同上屆都一樣噶啦，就係依賴美斯嘅創造力。咁即使大部分時間散步，咁但係個波一到佢腳呢，總是 something will happen。咁所以阿根廷中前場球員都集中中路啦，盡量靠近美斯，令美斯唔需要移動太多，都可以揾到隊友做配合，做佢好擅長嗰啲 wall pass， 然後俾啲直線，經過幾腳細膩嘅配合，吸引敵人集中，再利用兩邊空位進攻。咁又講多次啦，再睇翻上一條葡萄牙，你就會見到兩隊嘅分別係點樣，咁隊友係點樣配合或者點樣成就一件事啦。嗰個 teamwork 好明顯係唔同嘅，葡萄牙同阿根廷。咁而阿根廷呢個戰術嘅優缺點都非常明顯啦，就係邊路只有一個接應點呢，好容易俾人睇通嘅。而埃及其實應對得唔錯，只係佢哋嘅體力唔能夠好好咁維持到。埃及都真係可能明知自己嘅技術或者戰術層面唔夠阿根廷好啦，所以用體能同埋速率，通過不斷嘅跑動去壓制阿根廷。咁上半場甚至下半場初段、中段，基本係非常奏效嘅。阿根廷都打唔到佢哋嘅節奏，但係埃及就係啲細節位做得唔夠好啦。進攻上如果快速反擊，決定再做多好少少呢，唔止入2球咁少嘅，3、4球都有可能嘅。防守上瘋狂嘅跑動補位，對體力有嚴苛嘅要求，好難90分鐘都維持到咁高強度。咁但係埃及似乎就係冇防守嘅 Plan B 啊，領先2球冇選擇縮後少少失位，反而係繼續撲出去嚟施壓，咁就俾到機會阿根廷去反撲啦。咁最後球證方面，大家可能覺得有啲偏幫啦，咁但係唔算黑哨嘅。最後一球艾華尼斯係清脆踢走沙拿腳下球在先嘅，踢走咗波之後，然後2個人一齊揾波，咁但係個波係已經喺沙拿身後邊嘅啦。咁艾華尼斯就揾到個波去攞嘅時候，同沙拿有接觸嘅，咁但係咪真係犯規呢？個人覺得就好難吹嘅。如果要吹真係好 harsh， 咁到時另一邊呢又會嘈，咁都吹12碼，沒完沒了嘅。咁所以犯唔犯規就大家自己決定啦。我就講咗嗰個情況俾大家聽啦。咁今條片就講咗咁多先啦。咁斬下亞洲8強啦。咁今次我係會偏向英格蘭對挪威先嘅，因為法國太屈啦，冇乜嘢講。咁西班牙同阿根廷講過呢，就冇咁優先啦。咁所以大家想繼續睇落去嘅話呢，就繼續 CLS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未訂閱嘅就快啲訂閱啦。我知道有好多人都未訂閱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幫我盡快衝上10萬，咁就拜託晒大家啦。仲有，如果可以嘅話，請加入會員或者喺下邊利用 Super Fans 留言。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